今日早起，咱先来关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咧天津举行。印度总理莫迪让去年搁一届访问中国，甲习近平见面。那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真罕见伫遐停留4日，而且有可能会甲习近平，也有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席9月初3北京的阅兵。外界嘛关注这对美国所形成的压力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印度总理莫迪两个人握手，果然镜头向正边线，看到罗西亚总统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徛做伙。翕相时阵，普廷也主动伸手，甲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简单的致意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领袖伫中国天津开新一届峰会。此峰会肩负着凝聚各方共识、激发合作动能。 擘画发展蓝图的重要使命。8月30日、9月初1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，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就是过7年了，再一面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。虽然2020中印边境冲突的争议也未解决，不过现主席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，双方关系又敌对变作友好。相互成就的伙伴，实现龙象共舞。 应当是中印双方的正确选择。हमारे सहयोग से दोनों देशों के 2.8 बिलियन लोगों के हित जुड़े हुए हैं। इससे पूरी मानवता के कल्याण का मार्ग भी 上海合作组织起源是2001年由哈萨克、中国、罗西亚、塔吉克、乌兹别克5个国家做伙伫上海宣布成立的国际组织。官网显示，目前有9个成员国家、3个观察员国，一个14个对话伙伴。一般认为，中国甲罗西亚想要用这边的峰会挑战美国。In the efforts to build a multipolar world, the countri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re essential. 罗西亚总统普廷这回正罕见伫中国停4天，一个带几多位部会首长，规模不止啊大。除了将会甲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以外，9月初3中国举行大规模阅兵时阵，可能习近平、普廷一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共台出现。这种会面对美国有甚么款的压力甲影响，也搁会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